效力红袜队的台湾好手林子伟，在和国民队的春训比赛中炮轰赛扬奖投手薛瑟，而且林子伟单场2支安打，贡献3分打点。林子伟面对赛扬强投 Max Scherzer 偏打者的曲球 Bravo， 右外野方向小白球 Fly Away， 阳春全垒打。林子伟不但打出春训的第1轰，也替球队追平比数，英雄式跑垒，也开启了红袜队的大局之旅。Scherzer 没办法结束第4局的赛事，在2、3垒有跑者的情况下退场，接替的 Nuno 同样守不住，让林子伟在这一局有第2次上场打击的机会。球赛播报，又是一支断棒安打，另外一位跑者 Matheny 也回家了。所谓打得好不如打得巧，林子伟这支安打替红袜队再添2分。春训对上国民队，林子伟单场贡献2支安打，包括3分打点，虽然火力凶猛。不过大联盟球季开赛之后，林子伟有没有机会留在大联盟的名单里？有机会，却需要看总教练 Alex Cora 如何安排了。